國泰航空喺琴日舉行電車巡遊，穿上懷舊制服嘅空中服務員乘搭開篷派對電車，向途人揮手。國泰航空喺琴日舉行電車巡遊，車隊喺下晝1點由屈地街電車廠出發，前往北角，再返回屈地街電車廠。當日派出1部開篷派對電車同埋2部國泰廣告電車。3部電車喺當日下晝2點15分抵達北角總站，並喺總站短暫停留。多名身穿懷舊制服嘅空中服務員登上派對電車，並向市民揮手。有市民舉起手機拍攝呢部電車。國泰將4架電車換上國泰經典機身塗裝，包括 Best 道格拉斯 DC-3 銀色機身，首個以綠色為主調嘅 Convair 880塗裝，廣為人知嘅生菜葉3文治綠白復古風格，以及現代橋手振翅標誌。呢4部電車由即日起至下個月19號會喺港島唔同嘅路線行駛。唐氏新聞台記者語音4報導。